最消耗生命嘅唔係別人，而係你內心嘅嗰一份執念，你嘅胡思亂想、執着焦慮、攀比自責，呢啲嘅內在消耗，先至係最傷元氣嘅。人要想真正變好，就要從護身同護心開始。護身就係好好食飯，好好瞓覺，適度運動，去戶外走走，令身體舒暢，筋骨活絡，保持最基本嘅生機。而護心就係少啲唉聲嘆氣，多啲關注生活中溫暖明亮嘅嗰部分，時時表揚下自己，欣賞自己，唔好總係埋怨同指責。做人要多問問自己開唔開心，少啲去糾結別人高唔高興。世上並冇咩係真正放唔低嘅，小到倫理糾紛，大到生命聚散，你放得低又好，放唔低也罷，事情嘅結局並唔會改變㗎。唯一唔同嘅係放下你就輕鬆啦，放唔低你就要繼續背住個包袱去往前走。佛陀告誡世人，你越係在意啲咩，乜嘢就係會越係折磨你。你越計較乜嘢，乜嘢就係越會困擾你。人心係煩在計較，人生苦在執着，人生難在放下。每個人都帶住自己嘅故事前行。對於過去，有人從容咁走過，亦有人困喺原地。佛家講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尋日嘅太陽曬唔乾今日嘅衣服，聽日嘅雨亦淋唔濕而家嘅你。真正傷害你嘅，往往唔係事情嘅本身，而係你對佢嘅睇法。你越重視，佢傷得你越深；你越睇清，佢越無力困擾你。記住，念頭就好似天空上面嘅烏雲，而你係嗰一片天空。你唔追唔趕，只係靜靜咁望住，烏雲就自然會消散。好多人內耗，正正就係因為錯將烏雲當做自己，陷入去糾纏不休，最後身心俱疲，失去清明。人呢一生最緊要係善待自己，除咗健康，乜嘢都唔係你㗎。少生氣，少計較，多開心。輸咗健康，比你贏咗世界又如何呢？我哋一生所追尋嘅幸福，並唔係喺遠方，亦不在過往，而係喺當下嘅一餐一飯，一眼一景，三餐四季，家人閒坐，平安喜樂，燈火可親，咁就係人間最好嘅光景啦。